點解老人家臨走之前，明明已經吞唔落任何嘢，都硬係要你喺飯台上面多擺一副碗筷呢？呢個唔係年紀大咗老糊塗，更唔係咩腦退化，而係生命倒數嘅最後通牒。歡迎來到粵聽心史，喺呢度我哋用佛理照亮生活嘅迷局。如果你都深愛住你嘅屋企人，希望佢哋健康安寧，請先俾個讚，訂閱我哋嘅頻道，等呢份善緣結得更深。今日我哋就嚟傾下生死，呢個邊個都躲唔過嘅關口。傾下喺老人家生命最後嘅時光入面，我哋做仔女嘅到底應該點樣做先算得上係真正嘅慈悲同盡孝？我哋平時最睇重嘅就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咁圍埋一齊食餐飯。飯台係我哋人間煙火味最重嘅地方，亦係維繫家庭情感嘅紐帶。不過你有冇發現，當屋企嘅老人家真正走到生命邊緣嘅時候，呢張飯台上面往往會出現一啲令人睇唔明，甚至覺得有啲背脊發涼嘅怪事。現代醫學可能會將呢啲現象貼上各種冰冷嘅標籤，譬如病妄，譬如器官衰竭。但喺我哋佛法同因果律嘅維度嚟睇，呢啲其實係生命發生緊極高維度嘅轉換，係老人家用佢哋最後殘存嘅力氣向我哋發送緊生死交接嘅電報。我諗起我識得嘅一位老校長嘅故事。陳校長教咗一世書，後來移民去咗溫哥華。佢係個標準嘅知識分子，一世人淨係相信科學，係個鐵頭鐵尾嘅唯物主義者。咩鬼神因果？佢老人家以前係連聽都唔願意聽嘅。到咗85歲嗰年，陳校長嘅身體機能開始明顯下降。一開始佢啲仔女以為老人家只係胃口唔好，帶佢去做各種昂貴嘅檢查，咩腸胃鏡啊，全身磁力共振啊。醫生睇完報告，搖下頭話器官都自然老化啦，冇咩大病，就係老咗啲仔女唔甘心啊，覺得只要人仲喺度飯就一定要食，於是買咗各種進口嘅營養品，高麗參、名貴嘅燕窩，變住花樣咁熬湯俾老積小魚飲。但係有一日中午，怪事發生啦，工人啱啱將一碗腍得好三毛嘅紅燒肉端上台。呢個可是陳校長平時最中意食嘅一味餸。佢茂埋胃咁拎起雙筷子，但就冇放落自己把口度，而係夾起一路鹽肉，放咗喺對面嗰個空竇嘅位前面。佢嘅眼神變得非常空洞，直勾勾咁望住嗰張空凳，把口含混不清咁講：媽，你平時最中意食呢個，你食多啲啦。當時喺場嘅仔女頓時嚇到全身起晒雞皮。陳校長嘅阿媽，即係佢哋嘅嫲嫲，早喺40年前就已經過身啦，骨灰都安葬咗喺鄉下嘅墳地度。邊度嚟嘅老下口要呢？大仔趕緊行埋去，搖住陳校長個膊頭話：阿爸，你老眼昏花啦，對面冇人啊，嫲嫲一早就走咗啦。但係陳校長根本聽唔入耳，佢一把推開個仔，甚至顯得有啲勞氣，把口仲念住亂噏，問你嫲嫲咪坐喺度咯。佢着住嗰件舊嘅藍布衫，轉凳嚟接我㗎。大仔當時急啦，以為阿爸腦神經出咗大問題，趕緊打電話叫救護車，硬生生將老人家拉到去醫院嘅深切治療部。入咗醫院之後，為咗維持營養，醫生幫陳校長插咗胃喉，每日定時定量咁打營養液落去。陳校長嘅手腳被撳喺病床度，防止佢掹喉。老人家辛苦到日日夜夜咁痛苦呻吟，眼淚大滴大滴咁流落嚟。結果呢，唔夠半個月，陳校長就喺極度嘅恐惱同痛苦之中
嚟低咗最後一口氣。人走咗之後，陳校長個大仔揾到我，喊到好似個無助嘅細路咁。佢問我：老師，我使咗咁多錢，用咗最好嘅醫療設備，點解我阿爸走得咁痛苦？佢臨走前見到嘅嗰啲幻覺，到底係點解啊？我望着佢，深深咁靚咗一口氣。我同佢講：你錯啦，你以為你喺度盡孝，其實你係用緊現代醫學嘅傲慢去折磨一個即將脫離肉身嘅神識。你阿爸喺飯台上露出嘅嗰個敗相，根本唔係幻覺，嗰個係佛菩薩，係天道規律俾你嘅報信。只不過你哋做仔女嘅，完全冇睇得明。各位朋友，我哋要知道佛法入面講得非常透徹，我哋呢個肉身，呢個身體係點樣嚟嘅呢？係四大假合而成嘅。咩係四大？就係地、水、火、風。我哋嘅骨骼、肌肉，呢啲屬於地大；我哋嘅血液、眼淚、口水，呢啲屬於水大；我哋嘅呼吸入入出出嘅呢口氣屬於風大。咁我哋身上嘅溫度，能夠消化食物嘅嗰個熱能係咩呢？嗰個就係火大貨。當一個人嘅陽壽快要走到盡頭嘅時候，佢身上嘅呢四大就要開始解體啦。老百姓嘅俗話講，就係要散檔啦。呢個解體嘅過程，往往最先退失嘅就係火大。你身體入面嗰團生命之火快要熄滅啦，你嗰個胃嗰條腸就已經冇能量去消化人間嘅食物啦。所以老人家最先表現出嚟嘅敗象就係吞唔落。你哪怕俾佢飲王母娘娘嘅瓊邊玉液，佢都係吞唔落嘅，因為肉體呢部機器已經掹咗電源插頭啦。呢個時候你強行同佢灌食，幫佢插胃喉，對老人家嚟講，簡直慘過吞刀片。佛經入面形容四大分離嘅痛苦，叫做生龜脫殼，就好似活生生將隻烏龜個殼鞭落嚟一樣咁痛。你以為你幫緊佢補充營養，其實你係增加緊佢肉體上極度嘅折磨。呢個係第一個我哋要明白嘅致命誤區。咁第二個敗象，亦係最令人驚嘅，就係分食，即係對住空氣講嘢，甚至見到死咗嘅親人。呢個喺心理學上可能會被解釋為大腦缺氧導致嘅深層記憶閃回，或者潛意識嘅投射。但喺佛法嘅唯識學入面，有住極其嚴密同深刻嘅解釋。我哋人有八識，眼耳鼻舌身，呢啲叫前五識，係我哋同呢個物質世界打交道嘅工具。第六識係意識，係我哋嘅邏輯、思維同判斷。而喺最深處仲有一個第八識，叫做阿賴耶識。呢個就好似我哋生命嘅一個超級雲端硬碟，儲藏住你生生世世所有嘅業力、因果同記憶種子。當一個人快要走嘅時候，佢肉體嘅前五識開始敗壞，對眼睇唔清啦，對耳聽唔到啦，第六識嘅邏輯思維亦開始精散。呢個時候，活人嘅陽氣弱落去，陰氣就重啦。佢潛意識入面嘅阿賴耶識就完全打開，過號生中嘅因果牽行，嗰啲潛藏喺最深處嘅記憶同業力，全部都湧晒出嚟。地藏經入面有一段非常震撼人心嘅話，可以話係將呢種臨終現象講得明明白白。經文入面講，是撚浮提行善之人，臨命終時，亦有百千惡道鬼神，或作父母乃至諸眷屬，引接亡人，令落惡道。呢句話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人喺臨死嘅時候，會有好多過去累生累世嘅冤親債主，即係嗰啲你曾經拉欠過，或者同你有深重恩怨嘅眾生，佢哋會變化成你最親近嘅人，變化成你已經過世嘅父母、老伴嚟迎接你。
點解佢哋要變成你親人嘅樣？因為只有變成你最信任、最冇防備嘅人，你先會乖乖地跟住佢哋走。而一旦你跟住走咗，往往就會落入痛苦嘅惡道之中。所以當陳校長喺飯台上見到佢死咗嘅阿媽，仲要將紅燒肉分俾佢食嘅時候，佢嘅神色其實已經有一半踏入咗陰界。佢並唔係喺度胡言亂語，喺佢嗰個即將脫離肉體嘅維度入面，嗰個景象係實實在在發生緊嘅。呢個時候，仔女如果強行去打斷佢，大聲呵斥佢，甚至話俾佢聽嗰啲係假嘅，你喺度發神經，咁會帶嚟咩後果？呢個會令臨終嘅老人家產生極大嘅恐慌同孤獨感。佢明明見到，你哋卻個個都唔信佢，佢會覺得自己被呢個世界徹底拋棄咗。呢種極度嘅恐懼同無助，會喺佢生命嘅最後一刻轉化為深深嘅怨恨。佛法入面講，臨終一念定星沉。一個人死嗰一夜，那佢心入面冒出嘅係咩念頭，就決定咗佢下一世去邊度。如果喺走嘅時候，心入面係平靜嘅、安詳嘅、帶住善念嘅，佢就可以往生善道。但如果佢走嘅時候，心入面充滿咗恐懼、惱怒、憎恨，甚至係因為插住喉講唔出嘢嘅委屈，一念恨心起，百萬障門開，佢立刻就會墮入惡道，變成係受苦嘅眾生。除咗吞唔落同分食，老人家臨終前往往仲有另外兩種極其明顯嘅行為，呢個亦係做仔女嘅千萬要留心嘅。第三種行為就係極度嘅嗜睡，日夜行賭，甚至去到叫都叫唔醒嘅地步。好多家屬見到老人家一日瞓20個鐘，以為呢個係好事，以為老人家喺度休息，喺度養精蓄造。其實呢個大錯特錯啦。呢個喺唯識學入面叫做意根害散，即係陷入咗極度嘅昏沉。佢嗰個唔係真正嘅瞓覺，而係佢嘅神識喺陰陽兩界之間迷惘咁游走。佢嘅靈魂正喺度慢慢咁向肉體外面抽離，所以佢維持唔到清醒嘅狀態。喺呢個過程入面，佢可能會喺夢入面經歷極其恐怖嘅境界，亦即係《華嚴經》入面講嘅一切唯心造，佢自己業力化現出嚟嘅狂風暴雨、刀山火海。呢個時候，如果你喺旁邊大聲喧嘩，或者突然用力推醒佢，對佢神識嘅傷害係極其巨大嘅。嗰個就好似一個人正喺邊崖邊行鋼線，你突然喺背後大吼一聲，佢馬上就會跌落萬丈深淵。第四種行為係令好多仔女最心酸，亦最唔理解嘅，就係老人家突然拒絕同屋企人一齊食飯，甚至開始躲避親人。有啲老人家以前最中意熱鬧，一到週末就盼住兒孫滿堂返嚟食飯。可是到咗臨走前嘅一段時間，佢突然將自己鎖喺房入面，甚至對最疼愛嘅細孫仔都視而不見，轉過頭去唔理睬。好多仔女覺得老人家變冷漠咗，甚至覺得老人家性格變得古怪，不可理喻。其實我哋如果懂得少少生命深處嘅慈悲，就會明白呢個根本唔係冷漠，呢個係老人家用佢生命最後嘅本能喺度保護緊你哋啊。莊子入面講萬物有靈，你睇下鄉下嗰啲老狗老貓，當佢哋知道自己快要死嘅時候，一定會靜靜雞離開屋企，揾一個冇人嘅角落靜靜咁死，絕對唔會死喺主人面前。點解呢？因為佢哋唔想等主人睇到佢哋衰敗嘅樣，唔想將死亡嘅氣息留喺呢個家度。人亦都係一樣嘅，老人家潛意識入面嘅阿賴耶識，其實
一早就預知到自己嘅大限將至。佢點解要避開你哋？第一，佢唔想令自己身上嗰陣將死嘅衰敗之氣、陰寒之氣沾染到你哋呢啲活人身上，特別係細路仔身上。呢個係天下父母嗰份最深沉、最無私嘅保護盟。第二，佢呢個係主動切斷情執。如果佢喺臨走前仲日日同你哋喺一齊，見到你哋喊喊啼啼，唔捨得呢個放唔低嗰個，佢嘅神色就會被呢份情死死咁拉住，走唔甩，走唔痛快，情執不斷，輪迴不止。佢避開你哋，其實就係一點一滴咁割斷對呢個世間嘅牽行。你睇下呢4種行為，邊一個唔係老天爺發俾你哋嘅善意電報？邊一個唔係生命即將消逝嘅吔喊？可是我哋現代人太相信所謂嘅唯物科技，太執着於肉體嘅存活，我哋將呢啲極其珍貴嘅生死信號，統統當成咗腦退化，當成咗疾病去粗暴干預。我哋用盡一切手段，將老人家送入冰冷嘅手術室，喺佢哋千瘡百孔嘅身體上插滿管。我哋以為呢個叫做盡孝，我哋以為使咗錢買咗最貴嘅藥，心入面就過得去。但呢個真係為老人家好咩？定係為咗掩飾我哋平時疏於陪伴嘅內疚，為咗喺親戚朋友面前博一個孝子嘅虛名？講句吉心嘅說話，呢種強行挽留嘅愚孝，其實係親手將生你養你嘅父母推向無間地獄嘅火坑。你攞父母臨終前肉體同靈魂嘅雙重痛苦嚟成全你世俗面子上面嘅孝道，呢個唔單止係愚先，呢個更係做緊深重嘅惡業啊！面對生死，呢度冇解嘅題，面對老人家身上正喺度消散嘅4大難度，我哋做仔女嘅就只能夠束手無策，眼白白咁望住咩？當然唔係。真正嘅佛法唔單止教我哋睇破因果，更教我哋喺無常面前展現出最大嘅慈悲同智慧。真正嘅盡孝唔係令老人家長生不老，而係幫助佢哋喺呢個最後險嘅關頭走得有尊嚴，走得無牽無掛，幫佢哋嘅神識跨過死亡嘅生命，往生善道。呢個需要極高嘅智慧同定力。當你發現老人家出現咗我哋前面講嗰啲敗象，當你意識到佢其實已經同緊呢個世間做最後嘅告別時，請你一定要穩住自己嘅心神，唔好亂，唔好喊天喊地，因為你此刻嘅情緒就係老人家神識嘅指南針，你亂咗，佢就更揾唔到方向啦。呢個就係我哋常講嘅真正嘅孝順，喺呢個時候體現喺定力同智慧上。咁具體應該點做呢？我總結咗4個最重要嘅步驟。呢4步唔單止係俾老人家嘅臨終關懷，更係為你哋成個家族積福積德嘅無上法門。第一步亦係最基礎嘅一步，就係以潤代補，絕對唔好強迫餵食。老人家既然吞唔落，就證明佢身體入面把火已經熄咗，腸胃麻功啦。呢個時候你灌任何營養品俾佢，對佢嚟講都係毒藥，都係折磨緊佢嘅肉體。你要做嘅係咩？係攞乾淨嘅棉花棒，沾少少溫熱嘅蜂蜜水，或者係中藥入面滋陰潤燥嘅麥冬水，輕輕咁塗喺老下口腰老積條曳罌裂嘅嘴唇上，點喺佢嘅舌頭度。點解要咁做？佛法講，人臨走嘅時候陰虛火旺，後泥係發緊嘅，嘴唇係乾裂嘅，呢個叫陰虛燥渴。佢唔需要蛋白質，唔需要脂肪，佢需要嘅係口腔同喉嚨嘅濕潤，令佢覺得舒服唔焦燥。你呢沾住溫水嘅少少濕潤，
唔單止滋潤咗佢嘅肉體，更冧平咗佢心入面嗰股煩躁嘅無明火。佢心入面舒服咗，冇堅恨啦。呢個比起你灌100碗人參湯，比佢功德要大得多。第二步，順住胡話講，安冷佢嘅神識。當老人家指住空兜兜嘅屋角，話見到已經過身嘅邊個，或者話邊位親人嚟接佢啦，呢個時候千萬唔好去反駁佢，唔好講你老糊塗啦，你眼花啦呢啲說話。你要知道喺佢嗰個維度入面，嗰啲景象係真實嘅。你可以輕輕咁握住佢隻手，有聲細語咁順住佢嘅話講：媽，我見到啦，阿爸喺嗰度等緊你呢。阿爸都仲係咁精神，你唔使驚，阿爸嚟接你去好地方啦，你就跟住阿爸走啦。屋企嘅事你全部放低，哥哥細佬都有我照應住，你放心去啦。你咁樣講就係喺度印證佢見到嘅景象，你係話俾佢聽，我明你，我唔覺得你奇怪，我支持你走。呢個等於係喺佢眼前嗰片茫茫嘅黑夜入面，為佢點亮咗一芒燈，俾咗佢一粒定心丸。佢嘅心一旦安咗，神識就唔會散亂，就唔會喺恐懼之中墮落。呢個係最深沉嘅心理療癒，係用佛法嘅大智慧幫佢跨越生死嘅恐淵。第三步，環境聚陽避陰，佈置一個清淨嘅道場。人臨走時陽氣衰敗，神識就好似風中殘燭咁，極其脆弱，對外界嘅光線同聲音非常敏感。唔好將病房搞到燈火通明，唔好等強烈嘅白光管刺傷佢對眼。你要將房間嘅燈光調暗，最好係換上光線柔和嘅暖色燈，或者喺床頭點一盲紅色嘅小米燈。紅色屬火，係陽氣嘅象徵。微弱嘅紅光可以驅散老人家神識入面對死亡、黑暗嘅恐懼，令佢感覺溫暖。同時絕對唔准家屬喺房間入面大聲喊。人喺斷氣前後嗰段時間，聽覺係最後消失嘅。你咁樣一喊，眼淚滴喺佢身上，對佢嚟講就好似滾水甩落皮膚度一樣咁痛。更要命嘅係，你嘅喊聲會勾起佢對呢個世間嘅牽掛。佢一唔捨得你哋神識，就被拉住走唔脫，最後只能夠變成孤魂野鬼。所以房間入面要保持絕對嘅安靜。如果你信佛，就喺床頭放一個念佛機，聲音開到若有若無咁大細，放平靜嘅阿彌陀佛聖號。如果唔信佛，可以放一啲大自然嘅流水聲，或者寧靜舒緩嘅輕音樂，用清淨嘅音聲穩住老人家嘅心神。呢個叫做發音護持。第四步，探問心願，幫佢解開心結。好多老人家臨走前呼吸急促，眉頭深鎖，死都吞唔落最後一口氣，往往係因為心入面仲有事未放低，或者對某個仔女仲有怨氣。呢個時候做仔女嘅要俯下身去，喺老人家耳邊細細聲咁問，逐個咁排查。媽，你係咪仲生老三氣啊？老三已經知錯啦，佢以後肯定會好好過日子，你圓攏佢啦。如果老人家眼角流下眼淚，或者手微微喐咗一下，咁就係被你講中咗。呢個時候無論如何都要將嗰個令佢牽掛或者嬲嘅人叫到床前，等佢喺老人家面前叩頭認錯，解開呢個心結。一旦心結解開咗，老人家呢口氣順咗，走得亦都會安詳。除咗呢4個步驟，我仲想特別強調一點，呢個係我哋老祖宗傳咗幾千年嘅規矩，亦係佛法入面極其重要嘅臨終禁忌。老人家斷氣之後8個鐘頭之內，千萬唔好去搬動佢嘅遺體，唔好急住幫佢換衫，
更唔好立刻送入冰冷嘅停屍間。點解啊？因為人斷氣之後，心臟雖然停咗，但神識都未完全脫離肉體。呢個時候，佢身體嘅每一個細胞都處於極度嘅敏感之中。你一掂佢，佢就會感到劇痛，佢一痛就會生起憎恨心，一有憎恨心，立刻就會墮入惡道。你就等佢安安靜靜咁瞓喺張床度，大家圍喺床邊繼續為佢念佛或者為佢祈禱。等過咗8個甚至12個鐘頭，神識完全離開咗，遺體完全冷卻啦，你先再同佢抹身換衫。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慈悲，呢個先至係護送佢安穩上路嘅最後一道保障。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老師，老人家已經走咗啦，我哋仲可以為佢做啲咩呢？呢個亦係好多仔女心入面嘅遺憾，覺得老人家生前自己冇盡到孝心，而家人都冇咗，想補償都冇機會啦。其實佛法話俾我哋聽，大把機會，而且呢個係最能夠積無量功德嘅機會。地藏經入面講得非常清楚，人喺離世後嘅49日之內，亦即係我哋常講嘅中陰身階段，佢嘅神識係喺度等待判決嘅。呢個時候，佢極其需要親人嘅幫助。如果喺呢49日入面，仔女可以用老人家嘅存款，或者自己出錢去為老人家做功德，譬如去放生、去捐助孤兒院、去印製善書，或者去寺廟為佢漏經祈福。你將呢啲做善事嘅功德回向俾老人家，呢個就等喺佢通往下一個輪迴嘅路上，送上最寶貴嘅盤川同光明。地藏經入面有一句話，極其震撼，亦極其慈悲。經上講，你為亡者做嘅呢啲功德，7分之中而乃獲1/6分功德，生者自利。呢個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你為父母做嘅呢啲善事，父母可以得到1/7嘅功德，剩下嗰6/7嘅福報，全部都會返到你自己同你家人嘅身上。你睇下，呢個先係宇宙間最偉大嘅因果律。你以為你係為死去嘅父母使錢，其實你係為自己、為你嘅子孫後代累積緊深厚嘅福報。呢個就係點解嗰啲真正懂得喺父母臨終同離世後盡大孝嘅家族，往往能夠家道興旺、子孫邊賢，因為佢哋順應咗天道，佢哋用慈悲同智慧化解咗生死之間嘅怨氣，結低咗最深嘅善緣。相反，嗰啲喺父母病床前為咗遺產嗌交，或者為咗面子強行插喉搶救，將父母折磨到生不如死嘅人，佢哋唔單止將父母推入惡道，亦為自己種低咗惡因。呢啲充滿堅恨同痛苦嘅磁場會一直縈繞喺佢哋屋企，導致家宅不寧，各種倒霉事接踵而至。呢個亦即係民間常講嘅敗家運。今日我哋坐喺度傾咗咁多關於生死、關於飯台上嘅敗仗、關於點樣送終嘅話題，聽落去好似有啲沉重，但其實呢個係一堂極其重要嘅生命覺醒課，唔單止係為咗令我哋懂得點樣更好咁送走我哋嘅長輩，更係為咗令我哋自己對生命有一個更高維度嘅認知。我經常同身邊嘅朋友講，世間上最好嘅風水，唔係你間屋住喺邊座大山前面，唔係你門前有冇水池，世間上最好嘅風水，其實就係人心，就係你嗰顆懂得敬畏因果、懂得慈悲放下嘅善心。你幫父母將呢個世間最後嘅一點塵埃抹去，等佢哋清清靜靜咁走，呢個就係佛家講嘅放下萬緣。你做到呢一步，你父母在天之靈
會生生世世護佑住你哋呢個家族。最大嘅改變命運嘅方法，唔係去求神拜佛、求發財、求升官，而係改變你嘅念頭，改變你嘅行為，改變你種下嘅因。金剛經入面講，如果你攞裝滿3000大千世界嘅金銀財寶去布施救濟人哋，呢個功德大唔大？好大。但係如果有人能夠為人哋解說句佛法嘅真理，令佢開悟，令佢少做一點惡業，呢個法布施嘅功德比你布施成個世界嘅財寶仲要大得多。點解？因為你救嘅唔單止係佢一時嘅貧困，你救嘅係佢嘅發身為命，你改變嘅係佢生生世世嘅因果軌跡。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期影片我講嘅呢番肺腑之言對你有所啟發，令你對生死有咗唔一樣嘅感悟，我懇請你動下手指，將呢期影片轉發俾你嘅親人、你嘅朋友，特別係嗰啲屋企有老人家或者正面臨生死抉擇嘅家庭。你呢個絕對唔係喺度熱鬧熱鬧，你呢個係救人一命，護人一運啊！你嘅一次轉發，你嘅一句提醒，可能就會令一個家庭放棄過度醫療嘅執念，可能就會令一位老人家免受生不如死嘅折磨，安詳咁往生善道。你呢個唔單止係做緊一件大善事，你亦係為你自己、為你嘅家人種低咗一粒不可思議嘅福報種子。喺度，我都真誠咁邀請大家喺評論區留低你嘅一句善言。文字係有力量嘅，念頭係有能量嘅。當千千萬萬人嘅善念匯聚喺呢條影片下面，就會形成一個極大嘅正向嘅磁場。呢個叫做共業嘅善果。你可以寫低願天下父母安詳無憾，亦可以寫低願家宅平安福壽萬長。每一句善言都係為你自己積福。呢啲帶住溫暖同慈悲嘅說話，最終都會化作一股祥和嘅生氣，回向到你同你家人嘅身上，保佑你哋出入平安順遂安康。生命就好似一場大夢，生死不過係呢場夢入面嘅一次玩場，因果不虛。願我哋都可以喺無常面前保持一份清明，一份慈悲。願天下所有嘅老人家喺人生嘅最後一程都能夠被溫柔以待。願天下所有嘅仔女都能夠懂得盡孝，不留遺憾。呢度係粵聽心呼，多謝你嘅聆聽同陪伴。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內容，唔好忘記點讚、訂閱同埋開啟小鈴鐺。我哋下期節目再一齊喺己意之中尋找生活嘅答案。祝大家六時吉祥平安喜樂。